越南甲日本拢是咱台湾人真爱去佚佗的国家。不过最近这两个国家8、2扫，还有摩仔是当地的军家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今年到8、2扫甲摩仔疫情拢是创下6年来的新高。尤其是国内，目前已经有14个摩仔带病入境的个案，而且这几个个案拢是为越南来的。疾管署讲，目前咱国内已经甲越南列作是2级的旅游警示。未少台湾人最近开到越南旅游，也毋过根据疾管署统计，台湾自今年以来到即马，包括8、2扫甲摩仔疫情，拢已经创6年来新冠纪录，引起民众烦恼。麻疹的疫情也是最近在越南真的是蛮严峻的，所以预期大概今年还是持续会有蛮多越南境外入的病例到台湾来。那我们国内也是要注意说，可能再来还是会有一些本土个案是越南相关的。疾管署表示，国内因为8、2扫甲摩仔伫儿童的自有放射率拢有达到95%以上，国内应该较袂有大流行的情况。观察各国目前流行疫情，日本甲越南拢是流行流感摩仔甲8、2扫，泰国爱注意流感甲高猪，韩国是寄生虫甲诺罗病毒。统计国内的8、2扫甲摩仔疫情已经创6年新高，8、2扫为今年累计到即马已经有11例，摩仔是有14例，拢是来自越南境外移入。引起2件本土群组，目前放列为旅游疫情离入境时。越南主要他们的打预防针不像台湾那么普及，台湾我们的预防针也做得很好，可以达到98% 的普及率，这样的话是有一个很好的群体免疫。但是还是要小心，还是有可能突破性的感染。那突破性的缺点就是症状不太明显，所以病人、医生都要特别注意。小儿科医师提醒，8、2扫因为传染力悬，加上扫的时间长2、3个月，囡仔较会伫加扫的时阵出现喘大气。呼吁民众，若有到国外旅游，一定要甲医师讲旅游甲接触史，才对量早诊断治疗有帮助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